大家好，歡迎再次嚟到故事講堂。今日繼續講柳之口墓誌銘，請大家先聽聽第6段先。之口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故籍，為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忌退，有無雙之有氣力得為者推挽，故卒死於窮銳。才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薛子厚在台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服用不窮。然之後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薛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比二詞，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好，詞句解釋：勇於為人，即係敢於為人出頭，見義勇為；不自貴重故籍，即係唔懂得錫身，做事奮不顧身；功業可立就，即係話事情要做就做，唔使諗咁多，亦即係話只要覺得件事係啱嘅，就唔使理時勢條件同埋人際關係等等，做咗先至算。故坐廢退，坐即係連坐，坐廢退即係受到牽連而被貶謫。無雙之有氣力得為者推挽，即係並無舊時嗰啲成日話同佢推心置腹，又話係佢嘅門生嗰啲諸公要人出面幫佢擋一下流言，或者扶持一下佢。喺呢度，韓愈其實係用曲筆嚟再次譴責嗰啲平日拎柳宗元嚟為自己臉上貼金嘅朝中諸公。窮銳，荒僻偏遠之地。才，通才。道，即係抱負。在台省時，台省即係御史台同埋尚書省。柳宗元喺未被貶謫之前，做過監察御史同埋禮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即係御史台嘅屬官，而禮部員外郎則係尚書省嘅屬官。在台省時，即係話喺御史台同埋喺尚書省做官嘅時候，自持其身，即係能夠身段保持穩重，唔好咁衝動。服用不窮，即係再度被起用，前途無限。不能自力，即係做唔到。好，第6段嘅解釋：子厚以前年輕嘅時候就好肯為人出頭嘅，唔係幾識得錫身，要做嘅事情就去做，唔會諗咁多，所以就受到牽連被貶。貶出之後，又得唔到資深而有能力有地位嘅人幫佢遮擋扶持一下，終於埋沒於窮鄉僻壤之地，才華不能發揮，抱負未能實行。假如子厚喺台省之時，懂得矜持身段，做事唔好去得咁盡，就好似後來佢做司馬刺史嘅時候咁樣，咁佢就唔會被貶，又或者被貶咗啦，而有人能夠保舉佢，咁佢必會再度被起用而前途無量。不過如果子厚被貶嘅時間唔夠長，受苦唔夠深，咁雖然話佢可以喺官場上邊出人頭地，但係佢嘅學問同埋佢嘅作品就唔會寫得咁好，以致到一定會流傳於後世，好似而家咁樣。呢啲係唔使講噶啦。就算話子厚得償所願啦，喺一段時間做到出將入相，咁用佢一時嘅功業嚟同佢永存後世嘅作品嚟到作交換，邊樣好啲？我諗一定會有人嚟識得同佢揀嘅。喺呢度又要講多少少，喺呢段文字，韓愈對柳宗元係有所評價嘅。韓愈同柳宗元同埋劉禹錫，大家都係好朋友，而且大家都一齊喺御史台嗰度共事過。
韓愈因為彈劾權臣李實而獲罪嘅時候，曾經一度誤會係柳宗元同埋劉禹錫洩漏風聲，話俾當時埋咗佢哋兩個堆嘅李實知道，等佢早有準備向德宗皇帝反咬韓愈一口。韓愈因而被貶咗去廣東陽山。不過韓愈後來亦自解，認為以劉柳二人嘅人格嚟睇，絕對唔會陷害佢嘅，所以後來韓愈同劉柳都有正常嘅交往。故此，韓愈喺呢度評價柳宗元應該係中肯嘅。佢哋三個喺做御史嘅時候，對於朝政大家嘅睇法都相當接近，但係可能韓愈嘅年紀比較大，而且閱歷比較多，因此係比較保守，而且佢又群而不黨，即係大家可以有偈傾，但係唔會埋你嗰堆。而柳宗元就唔同，由於佢年紀輕輕又中咗進士，30歲鬆啲就做到御史，而且一直受到周圍嘅交口讚譽。喺咁一帆風順嘅環境之下，佢喺做事方面呢，未必會考慮得咁周詳。加上佢勇於為人，認為有抱負，功業就可以立就，因此佢未必認得清當時係乜嘢嘅情勢，結果就助廢退，才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而且喺柳宗元卓麗風發嘅時候，佢嘅言談似乎亦都去得太盡。韓愈話佢喺同人辯論嘅時候，率常屈其助人。點解唔用服呢個字，而要用屈呢？因為一個屈字就可以睇得出柳宗元當時係幾咁咄咄逼人。人哋同佢辯論嘅時候，未必次次都服佢。但係由於柳宗元議論證據金古，出入經史百子，人哋一時唔夠佢講而語塞。但係道理就未必次次都喺柳宗元嗰度，人哋口講唔出就只能屈，心就未必服。呢個亦都或者係佢後來助廢退而冇人出手相助嘅原因。嗰啲俾你屈而心不服嘅朋友，往往都係想你死嘅人。你唔喺度，佢哋先至可以上位。咁你唔死又點得呢？所以韓愈話：反制之，右下石言，皆是也。好，第七段。之後以元和14年11月8日卒，年47。以15年7月10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之後有子男2人，長曰周六，始4歲，歸曰周七。之後卒乃生，女子2人，皆游。其得歸葬也，廢皆出觀察使河東陪君行立。行立有節蓋，重言樂，與子口結交，子口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口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口之戚，遵從而加言。帝其死而不去，既往葬子口，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此宗者，名曰是為子口之失，既顧既安，以利其治人。好，詞句解釋。萬年即係萬年縣，喺而家嘅陝西地方。陪君行立，即係裴行立。當時佢係貴館觀察使，係柳宗元嘅直接上司。歷史上對佢有相當好嘅評價嘅，話佢自問寬猛得當，節蓋即係氣節同埋量度，重言樂即係守信用，為之盡即係推心置腹，竟賴其力即係最後得到佢嘅幫助。舅弟即係舅父嘅仔，年紀比自己少，亦即係表弟。涿人即係河北涿州人，從而加言即係追隨同埋幫助照料家庭。經紀即係照顧同埋打理。好，第七段嘅解釋。子口喺元和11年11月8日去世，終年係47歲。喺元和15年7月10日被送返萬年。子口有2個仔，大嘅叫做周六，嗰時先得4歲大，細嘅叫做周七。子口去世之後先至出世嘅。
佢另外有兩個女，都好細個。佢之所以能夠返鄉安葬，都係因為得到觀察使裴行立先生嘅資助。行立先生為人有氣節量度，並且守信用。佢同子厚相交，子厚亦都向佢推心置腹，最後得到佢嘅幫助。幫忙安葬子厚喺萬年墓嘅係佢嘅表弟盧津。盧津係河北涿州人，性情謹慎，做學問從來不厭倦。子厚被貶謫之後，盧津就跟住佢，並且幫忙料理家務。到佢去世，亦都冇離開，幫手安葬子厚之後，佢又負責打理子厚嘅屋企，都算係一位有始有終嘅人啦。銘文係咁寫嘅，呢度係子厚嘅名居，牢固而且舒適，咁嘅環境會對佢嘅後人有利。好啦，柳子厚墓誌銘咧就講完啦。喺呢度，我想對永貞革新呢件事咧多講幾句。永貞革新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歷來嘅學者對呢件事都有相當好嘅評價嘅。譬如明末王夫之就講過：永貞革新，革德宗末年之亂政，以快人心，清國紀，亦云善矣。近人岑仲勉亦都話：永貞革新，只此少少施行，以為李唐一朝史所不多見。而德宗丕正，確然一清。不過永貞革新最終係失敗嘅，而且失敗得好快，前後只係推行咗百幾日咁上下就灰飛煙滅。而失敗嘅原因喺邊度呢？第一，先天不足，順宗未登位就已經係中風失聲，以佢咁嘅病體，注定係冇辦法支持一件咁龐大嘅改革工程。第二，操之過急，可能黃叔文都覺得順宗咁嘅病體擺唔得幾耐，想盡快落實佢嘅改革事業，所以同一時間到處辣着火頭，無論宦官、節度使、朝中大臣都同時受到佢嘅威脅，終於俾人聯手反撲。第三，個人素養差，黃叔文係以翰林期待詔接近皇權嘅。所謂期待詔，即係一個陪皇帝捉棋嘅弄臣，本身係冇乜學問嘅。而黃丕就唔使講啦，佢最初只不過係一個陪太子讀書嘅小人物，變成陪太子由細玩到大嘅發小，因此得到皇帝嘅信任。而黃叔文係一個不理章法、剛愎自用嘅人，只要有人肯順從佢，佢就認為係支持佢。因此，黃叔文當時所招立嘅，除咗柳宗元同埋劉禹錫呢啲青年才俊之外，好多都係投其所好、待機而動嘅壞分子。而黃丕呢，其實佢本來就係一個貪官，喺佢得勢嘅時候，去佢屋企拜訪嘅人絡繹不絕，而喺佢屋企嗰度打造咗一個頂上只有一條大罅嘅木箱，啲人嚟孝敬佢。佢就將嗰啲金銀珠寶全部倒入嗰個有入冇出嘅大木箱嗰度。皇帝想改革，奈何有病之軀而先天不足，加上所倚重嘅人又德不配位，失敗係難免嘅。而柳宗元佢雖然學問大，但係佢忽略咗《易經》裏邊有一句說話叫做潛龍勿用。所謂龍就係精英，精英當然係能力強啦。但係精英畢竟都係一個人，而且處於官僚架構嘅下層，能量唔夠。喺呢個時候，遇事就唔能夠強出頭，亦即係潛龍勿用。到咗精英嘅歷練多咗，有出將入相嘅資格，咁就係到咗現龍在田利見大人嘅態勢，亦即係話有一個班底可供使喚。喺呢個時候，如果得到皇帝嘅支持，先再嚟講改革嘅事情，咁先至叫做水到渠成。可惜柳宗元當時尚在潛龍勿用嘅階段，未能審時度勢，急於求成，認唔清時局而埋錯堆，呢啲才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其實係相當令人惋惜嘅。好啦，柳子口墓誌銘全部講完，下次會開一篇新嘅文章。
喺結束之前，先嚟同大家做一個文字嘅互動。我喺呢一節曾經講過句成語潛龍勿用。如果大家對寫作有興趣，不妨用呢句成語寫一個句子，放喺留言區嗰度俾我。如果句子寫得好，我會為大家點個讚。如果句子有要改善嘅空間，我亦都會話翻俾大家聽。好，再會。